后一首歌，迄就真厉害啊！为什么呢？这首歌江蕙唱了真红，我真喜意。尤其伫咧假深人静的时阵来听这首歌，听就知影困去。为什么呢？心情真轻松，但是呢，有当时啊，若失恋的人来听，会变做心情真沉重。秋雨迄一暝，什么人所写的词甲曲呢？熊天翼老师。这首歌本来是江蕙甲着伍思凯双人所来合唱。今仔日要来唱这首歌，咱干来邀请一位尔。本来是双人合唱，一个咧唱，共款有无共款的滋味。来甲咱演唱的是生做水水啊，足够唱歌的林美。这首歌，咱点点听，使人心醉嘛心痛。分手的时心袂定，秋风秋雨乱心情。这首歌阿琪真爱，伤心来听会悲哀。一粒真心沉落海，痴情的人第一害。来甲欣赏水姑娘林美来唱这首歌，伤心的歌。叫做秋雨迄一暝，请大家慢慢甲欣赏。一暝雨点点在落，月蒙蒙暗淡的路。雨水的月亮闪闪烁烁，看阮的稀微。车行过多人梦的城市，是秋雨的迄一暝。我该拢安怎讲起？又该拢表达啥物？是迄声该讲的对。我袂再讲出嘴。
厉害，红到遐。你原唔捌报？我一看卖。